今仔日就搁搁较侪代志。我有练台文，毋过吼，就是讲这就是练兴趣的，无法度像讲一般讲，对台语啊，对吹沙台语台文的人，白话字，安尼人去想讲，这就是以后会当讲，做啥物主流啊，若吹沙有成功啊，会当安怎？是讲迄拢是共文站共文站内底的一种理想。毋过外口的世界啊，都毋是安尼嘛，因著是用中文用甲足惯势，而且嘛讲足利便，阁有中国讲有一寡中文的物件拢毋免翻译，直接会当摕来用。变讲台语甲台文都会当成做我个人的一个兴趣。毋过就莫去期待讲，这物件以后会当讲救世啊，抑是讲偌重要。因为若讲有这种心情的话，有可能会失望，讲我写较辛苦，我用甲是做有台语开的，毋过无人注重颠倒互人批评甲安尼无一块好，这拢有可能。就变做讲我家己爱有一寡主张，就知影讲这物件就是一个人的兴趣，家做兴趣，莫想讲要家己诚做安怎大重要的代志。若讲别人的反应毋是我期待的安尼。有足侪人会讲，这嘛无啥，用翻译就好啊。大家有可能会即种反应。我感觉重要的代志，外口的人就是毋是即个科仔这科仔以外的人感觉无要无紧，这是足正常的。就变做讲我需要有即种智慧，知影讲即件代志，毋免讲怎会外口的人拢白清醒啦，安怎着是面拢毋知影。对外口的人来讲，这都无重要啊。就是利便生活利便，恁有恁的坚持，毋过莫用恁的压力，甲我安尼碎念。我就知影讲，有一寡用智慧的方式，若讲对方有兴趣，你会当加讲。毋过莫失望，莫讲哪会这大家嘛犹原安尼偌拍拼，外口的世界犹原遐艰难，毋免去想这。咱就知影讲，这时代就是安尼。毋过就是坚持家己做兴趣，相信就是对家己对会起家己，毋免讲想讲爱别人安怎去高正配合，别人爱安怎受着家己的影响，有啥物反应，毋免替别人去绑架，就家己对家己负责，莫看别人，莫互别人绑架，这就是我新的智慧。而且这学物件就是豆豆学，真正会愈学愈趣味。即摆我就开始伫面册去用台文去写，就无以早拢会顾虑讲，以早网友就看无会想讲这人是安怎。即摆就讲对，我即摆就是伫练台文的阶段，嘛拄啊好老师是我的网友，会甲我斗写毋对的所在，会甲我指教。就是用即种心情去学台文、写台文。因为若我有使用，即摆若上
家教的课啊，以早拢无感觉，拢想讲，我的发音啊，我的变调有正确无？即马拢会去欣赏讲，原来用即种句，即种句就会当表达啊，就知影讲我伫面册写的句，无即个家教的课本，迄个句无遐水，就变做讲我有进步啊，而且嘛因为有伫使用，就会讲。以早看无啥物感觉的物件即马开始知影讲好歹啊，这就是学一个物件，愈学愈深，有坚持，就变讲，我得到的就是会较无共款，若讲像进前，逐家拢伫咧学台语，佮学甲初期初步，就讲我差不多会晓啊。佮袂讲，佮为下骹佮继续学落去。毋过我若无放弃的话，我就会愈学愈深。愈深的话，当然就趣味是无共款的。毋过我嘛爱知影讲，我学这就是家己的兴趣。袂当妄讲我学甲遐高明学甲全国几名。我着爱得到啥物无共款的学老啊、反应啊，拢毋免安尼想。着知影讲有可能会孤单，孤单嘛是讲，因为我选的物件，本底就毋是讲有即个利润啊，有啥物好康的，逐家一看拢会欣赏的。既然毋是的话，当然就是较孤单。毋过孤单嘛无要紧哦。我若家己会当欣赏家己的话，就毋免惊孤单。即摆我就互家己较济自信。以早拢会看别人的反应，想讲为怎样别人是即种反应足失望的。就甲家己的价值，价值就囥伫甲别人的反应做连结。即摆较无安尼，即摆就知影讲，我内心是足有资源的。我着心内有一个会当做济代志。而且毋免去管别人，就是无需要管别人。这种想法，互我足大的力量。以早拢爱看别人，别人若感觉这物件好，感觉你讲你台语讲甲真好，拢感觉你讲台语这件代志，甲报伊救转来，这件代志有价值。我较会先看别人的反应，较会讲我安尼有安慰。即摆就是开始练习讲，别人安怎想，甲我无啥物离代。会当讲做一个研究，讲现处事的人，面对台语母语是啥物反应？对我来讲，就是一种资料。毋过，甲我即个人的价值。做即件代志，学台语、写台文的价值，是无共款的，就是无啥物离代。就是讲，我着爱豆豆仔知影即件代志，甲以早无共款。以早拢一直希望讲别人认同，别人有啥物反应，会对我来讲有影响。即摆就是开始。会做一寡改变，看着家己愈来愈好，而且即种好是会家己欣赏，毋是讲今仔日啥物人甲我学落讲我真好，我较会欢喜。变做讲我愈来愈会当做家己的主人，就是莫去
放弃思考，莫去为着讲要甲大家共款，就甲家己变做奴才，对阵，对别人行，变甘愿放弃家己的判断力、思想，拢听别人安怎讲，就对别人安怎讲，我就照做，即马较袂安尼。就希望讲会愈来愈有智慧，而且愈来愈会知影讲家己的想法、观念，阁有情绪，就是愈来愈看着家己莫讲一直有一个做惊别人安怎甲我想即种思想，即种甲即种物件愈来愈减，愈来愈减愈来愈假的代志，就是家己甲家己讲话，家己的声音，家己的兴趣，家己的趣味，这是愈来愈假别人安怎评价，安怎去甲我报甲我写，迄种拢是无重要的，就是讲爱混的安尼，一世人就是家己甲家己相处，对，就是安尼。